放在財主門口，常得着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食充飢，甚至還有狗來舔他的瘡。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間受苦，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拉罕，又聽見拉撒路在他懷裏，他就喊着說：我祖亞伯拉罕啊，可憐我吧！請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裏極其痛苦。亞伯拉罕說：孩子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同樣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卻受苦。除此之外，在你們和我們之間有深淵隔開，以致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可能的，要從那邊過到這邊也是不可能的。財主說：我祖啊，既然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我還有5個兄弟，他可以警告他們，免得他們也來這痛苦的地方。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他說：不，我祖亞伯拉罕啊，假如有一個人從死人中到他們那裏去，他們一定會悔改。亞伯拉罕對他說：如果他們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人從死人中復活，他們也不會信服。這是上主的福音。讓我仍然站立同心祈禱。上帝啊，你係嗰位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主，求你為欺壓的伸冤賜食物給飢餓的人，願我口中嘅言語，眾弟兄姊妹心懷意念，喺主面前蒙悅納，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各位請坐。提摩太後書嘅第6章第18節，使徒保羅對提摩太佢嘅徒弟話：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好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分享，為自己積存財富，而為將來打美好的仗，好使他們能把握真正的生命。當地鐵仍然未有玻璃幕門之前，如果我哋去搭地鐵嘅話呢，我哋經常嘅都會聽到一段嘅説話，就係當個車門將要關上，我哋都會聽過廣播噶啦。列車員就廣播話：請小心列車與月台間嘅空隙，係嘛？我哋都好熟悉嚇。如果有經常聽嘅，即係屬於我哋嘅年代啦。冇聽到嘅就係新嘅年代啦。其實同樣今日嘅福音經課裏邊都講咗一個
請小心空隙。耶穌藉着財主與拉撒路嘅比喻，耶穌喺度提醒我哋要小心生命嘅空隙。今日福音經課有兩個重點係值得我哋注意嘅。第一方面，呢個係路加所獨有嘅比喻；而第二方面，路加福音耶穌比喻裏邊嘅人物嘅名字係第一次係有嘅。一般我哋留意耶穌嘅比喻當中咧，其實好少有名嘅，好少有名嘅。但係呢個嘅可憐嘅人，呢個可憐人，可憐嘅乞兒，佢係有名，佢嘅名叫做拉撒路。拉撒路係意思即係話上帝護庇嘅意思。單單從呢個名字，我哋已經睇得到呢位上帝對貧窮人個眷顧。而另一位相對喺呢個比喻當中，另一個人物就係嗰個財主。呢個似乎係有地位，似乎生活無憂嘅人，但係似乎咧喺比喻當中咧，佢係無名無姓。或許當我哋第一次睇呢個故事，或者係聽呢個比喻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有個疑問㗎。牧師啊，難道我哋食得好、着得好，我哋揾到錢，唔通係有罪啊？唔通咁就要落地獄？唔通有錢嘅人就要落地獄？唔係啊嘛？財富嘅懸殊唔係呢個比喻嘅重點，只係因為只要係透過我哋自身嘅努力，我哋合法得嚟嘅財富本身唔係罪惡嚟㗎。咁究竟我哋會話呢個空隙、呢個鴻溝係財主同埋拉撒路之間係點樣嘅去構成嘅呢？讓我哋今日去睇睇呢段嘅經文，好話細心一啲。我留意喺比喻當中，嘅財主，佢過咗一個唔係好相稱，係相當矛盾嘅生活。一方面我哋見到佢係穿着紫色嘅袍同埋細麻布嘅衣服，好顯示咧佢係一個有身份地位嘅人。喺當時間咧，係唯有紫色嘅袍係唯有啲好有尊貴、有榮耀嘅人先着嘅。細麻布係啲唔係啲粗衣麻布，唔係做粗重功夫嘅人着嘅。咁因此嚟講咧，好明顯呢一個係有身份、有地位嘅人。另一方面，呢個人佢係天天奢華宴樂，完全同嗰個喺普遍當時猶太社會比較貧窮嘅背景底下係背道而馳嘅。而且佢冇理會到律法嘅要求。一方面唔使做啦，係咪？又有錢啊，又有地位嚇。另一方面，佢更加特別嘅，我哋留意聖經裏點樣描述佢啊？描述佢係天天奢華宴樂。喺猶太傳統當中，我都知道喺摩西律法規定咗，我哋6日係勞碌工作，然後咧第7日就休息，然後我哋就守為安息日。好明顯嘅，呢個嘅財主嘅問題唔係佢有錢，唔係佢享樂係有罪，而係問題就話天天奢華宴樂，既不勞動工作，更加嘅係冇去守安息日。呢一種只係追求呢個唔守律法、唔理會上帝，更加嘅唔會關心其他人嘅。用我哋廣東話所講咧，就叫做咧乜嘢？係心中無神，目中就無人。呢一種只追求自我滿足，唔理會他人死活嘅自私嘅心態，慢慢就將呢位財主同呢位拉撒路嘅距離越拉越遠，最後形成咗一道冇辦法跨越嘅深淵。我試諗一下，如果一個人佢只係着眼於係財富嘅累積，只係着眼於天天嘅奢華宴樂，佢又點會有時間？佢又點會有精力嘅係專注佢身邊嘅人嘅需要呢？拉撒路佢每一日都俾人放喺佢嘅門口。呢位嘅財主同佢嘅5個兄弟應該唔會唔發現有個咁嘅人係喺佢門口嘅存在。當
呢個財主佢要求亞伯拉罕打發拉撒路去啲兄弟家裏邊嘅時候，好相信呢個都係徒然嘅，因為拉撒路呢位嘅財主係冇留意到呢個拉撒路嘅存在，同樣佢幾位兄弟都係冇留意，否則拉撒路係唔會呢位財主係唔會要求咧係拉撒路係要再去向嗰啲嘅兄弟去顯現嘅。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唔好以為耶穌呢個比喻係針對有錢嘅人，以為只係針對財主。其實財主嘅命運其實隨時隨地嘅都係發生喺你同埋我身上邊，阻隔財主與拉撒路嘅心願。雖然喺我哋今日嘅比喻裏邊睇到同嗰個財富好似有關係，但係真正嘅原因唔係財富，真正嘅原因係因為念罪財富而引起對他人嘅疏忽，對鄰舍嘅漠視。生活之中，除咗財富嘅罪念之外，學問嘅無休止嘅追求啦，我哋個人嘅抱負嘅堅持啦，我哋喺社會地位、權力嘅嗰份嘅執着，有時候會唔會喺我哋中間，使我哋不知不覺之間變得我哋自我中心，為咗要達成我哋自己嘅目標，不惜嘅漠視其他人嘅需要，甚至乎我哋可能會係不擇手段嘅犧牲其他人嘅利益呢？話說有一個好孤寒嘅有錢人，因為咧佢太孤寒啦，所以佢冇乜朋友噶。咁好多人對佢咧都係冇乜好感。咁咧有一日佢好辛苦嘅，咁同佢一位識咗幾十年嘅小學同學咧去訴苦。佢話：都唔係好明嗰啲人點樣咁嘅態度嚟對我㗎。佢嘅朋友就拉佢埋一個嘅玻璃嘅窗邊，然後就同佢講話：你睇下，你睇到啲乜嘢啊？咁呢個財主咧就睇到話：哦，冇啊，我睇到街上邊咧好多啲人行來行去，有男有女咯，即係啲人喺度行街咯咁樣。然後佢呢個朋友又拉佢埋去佢嘅衞生間嘅嗰個嘅鏡嘅面前，就問啦：你睇到啲乜嘢啊？梗係睇到自己咯，鏡嚟噶嘛，鏡嘅作用就睇到自己噶嘛，有咩問題咧咁？呢個朋友就話啦，其實好明顯，呢個道理好簡單。佢話同樣都係玻璃，同樣都係玻璃。當玻璃擺喺窗戶嘅時候，呢個透明嘅玻璃就讓你睇到其他嘅人。但係當呢個玻璃喺後邊塗上一層水銀嘅時候，你就冇辦法睇到對面，你只係睇到你自己，反照到你自己。如果你嘅心裏邊只係有錢，你只係你當然就好似嗰個倒咗水銀嘅玻璃一樣，你只係睇到自己，以致你目中無人，你係唔會睇到其他嘅人嘅。昔日阻隔住財主同埋拉撒路嘅，就好似我哋在世嘅時候一道個玻璃窗一樣，或許可能有一道門、一個窗一樣，可能一個好細小嘅空隙嘅開始嘅時候，原意就係分別兩者之間財富嘅距離。不過當一不小心，呢度嘅窗戶嘅玻璃會成為咗一道使人互不往來、冇辦法溝通嘅深淵。喺我哋今日社會上邊，亦存在着各式各樣嘅窗戶，將唔同嘅階層、唔同嘅類別、唔同社團嘅人係分隔起上嚟。有啲係有形、好實在嘅，例如我好記得好多年前去聖地朝聖嘅時候，阻隔着巴勒斯坦人同埋以色列人嘅嗰個嘅圍牆，睇到難民營嘅一啲嘅鐵絲網。但係更多喺世界上邊好多無形嘅呢啲嘅玻璃，無形嘅呢啲嘅阻隔。例如某啲嘅專業人士嘅協會啦，大型屋苑嘅會所啦，一啲尊貴會員嘅專利啊，等等等等。稍一不慎，呢啲嘅窗戶，呢本來係我哋分隔唔同人
嘅人種嘅一啲嘅窗戶，好容易變成咗一面嘅鏡，使我哋只係睇見自己，而睇唔到其他嘅人。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財主同埋拉撒路之間並冇抹殺到喺社會上邊係存在着唔同階層嘅人，唔同階層嘅人之間嘅差異。但係呢個比喻嘅目的，耶穌正係要提醒我哋要小心人與人之間嘅呢個好正常嘅透明嘅窗戶，成為咗一道嘅深淵。窗戶一方面讓我哋揾到我哋自己所屬嘅族群、所屬嘅認同嘅身份，但係另一方面亦都讓我哋能夠有時間可以推窗外望，就睇見世界上邊有唔同嘅人、唔同人嘅需要，曉得去關懷、去服侍我哋嘅社會。因此，拉撒路並唔係生命當中與我哋毫不相干嘅過客。拉撒路佢已經今日或許係坐喺我哋嘅門口，或許係坐喺我哋窗戶嘅外邊，亦都係正係邀請着我哋從我哋自我中心嘅沉醉之中係得到釋放。今日書信經課，剛才瑪麗妮姊妹所為我讀出嘅係提摩太前書第6章裏邊，使徒保羅佢一方面佢指出每一位嘅基督徒，我都係有一份被蒙召嘅恩典，一個與別不同嘅一個神聖被揀選嘅身份。不過基督徒我哋要更加要小心，我哋唔好只係醉心於自我嘅得救。喺呢度，保羅佢好清楚嘅去勉勵提摩太，同樣都勉勵緊我哋。但你這屬上帝嘅人啊，要逃避這些事，你要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你要為信仰打美好嘅仗，要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已經在許多見證人面前作了美好的見證。保羅喺呢度鼓勵每一位屬基督嘅人，我哋要為基督打美好嘅仗。打美好嘅仗嘅意思就係我哋能夠慷慨大方嘅努力去縮窄呢個人與人之間嗰個嘅空隙。佢又吩咐提摩太喺提摩太前書第6章17節裏邊，佢話至於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你要囑咐他們，不要自高，也不要依賴靠不住的錢財，要依靠那厚賜萬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分享，為自己積存財富，而為將來打好美好的根基，好使他們能把握那真正的生命。為將來打美好的根基，好使他們能把握那真正的生命。期望使徒保羅佢對佢嘅徒弟提摩太呢一番嘅勸勉，就好似我開始嘅時候所提嘅，好似列車嘅車長嘅廣播一樣，經常提醒我哋與拉撒路嘅距離。請小心空隙，請小心列車與月台間嘅空隙，同樣都要小心貧富懸殊之間嘅空隙，讓我哋常存一份恩慈同埋憐憫嘅心，唔好讓呢份嘅空隙成為咗一個墮落嘅深淵。阿門。